千祈唔好以為呢個只係一個故事，結局真係好近。一定要謹慎，到時一定會有好多人跌倒，亦都會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惡。不法嘅事會增多，人嘅愛心會漸漸冷淡，甚至行毀壞可憎嘅會站在聖地。唯有忍耐到底嘅，必然得救。我在梦街头偶遇，文明的夜手中线，我看着黑白的脸，一张枪黑色冲在眼前，让人心在摩擦幻变，就像在爱与恨之间，谁也不会留在身边，这杯中年的源泉。说在一面，原是当然没有欺骗，先度过每一天，让人彼此真心一片，心甘的度着街头跳，连过的句子最不笑，这段守在身边，让苹果让你好，这段启动举办掉的路照，各地人要他从此可以遮住我，那年头的张先有谁会吃土壤？不适合的相亲会变成四不像的剧毒。